咁啊，今集嘅內容啦，咁啊會咧同大家咧喺呢一個嘅新光戲院呢一度，咁啊同大家咧叫做，因為今日嘅日子咧其實就係新光戲院 last 一日嘅日子嚟嘅，咁啊經過今日之後咧。咁啊，新光戲院就會正式結業啦。咁啊，一個充滿歷史價值嘅一個地方嚟緊就會冇咗啦。咁啊，呢一個地方其實都真係好多代嘅香港人嚟講，其實都真係幾有價值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所以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咧嚟到新光戲院呢度，同大家咧睇一睇裡面一啲嘅嘢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會見證新光戲院嘅最後嘅時間。事不宜遲 ，Let's go！好啦，咁啊，新光戲院裏面內部啦，咁當然啦，咁我好可惜就我冇去到開放日嗰日啦。如果唔係咧，其實應該可以拍多少少嘢俾大家睇嘅。咁啊唔緊要啦，咁啊都可以咧同大家咧喺新光戲院最後呢一日啊，咁啊去睇一睇佢成個嘅裝修啊，同埋咧佢裏面剩翻低嘅啲嘅歷史嘅遺跡啦。咁啊，新光戲院啦，其實咧呢度咧，除咗呢度其實基本上兩間院啦。咁啊，除咗有大家平時可能睇開粵劇大戲嘅一間1號院之外咧，亦都仲有一間咧。咁啊，數碼戲院啊，咁啊呢一個係2號院嘅位置。咁啊，由於呢個位置其實已經唔俾入去啦，咁所以咧大家入唔到去睇裏面內部嘅情況啦。咁啊，但係即係見到佢呢一個位置咧，其實係一個好似感覺好時光隧道嘅一種感覺嘅設計，幾好啊！咁啊，其實見到咧，佢到今日啊，都仍然咧有一啲唔同嘅啲嘅活動啦，去告別呢個新光戲院。呢一度就係新光戲院嘅大劇場嘅購票地方。其實即使係咁樣啦，都仲有好多嘅好多人喺度影緊相，去道別新光。咁啊，其實咧佢嗰個成個嘅設計購票方法啦，其實都同現代戲院好似嘅。咁啊，呢個位置就係新光嘅1號院嘅入口位啦。咁啊，哇！咁啊，呢一度其實見到好多好古代嘅一啲嘅設計啊，好古中國嘅設計嘅一啲特色喺裏面。其實咧好老實啊，睇住呢一個嘅環境嘅裝潢啦，咁啊尤其是天花板上面嘅呢一紮嘅燈，其實都係好突顯翻咧以前新光啦，咁啊佢嗰個嘅啲嘅設計啊，甚至咧係好有以前古中嘅時間或者話民初嘅時間一啲嘅設計嘅嘢啦。咁啊，香港剩翻低唯一一部嘅磅重機就係新光戲院啦。咁我相信如果大家咧以前咧有睇到大台一套嘅劇集啦，都見到咧嗰一部嘅磅重機其實都係同呢部類近嘅嘢嚟嘅。咁啊，望一望磅重機嘅內部嘅結構就係咁樣嘅，其實都幾特別嘅設計嘅。咁啊，入錢喺呢個位置啦，然之後咧呢度咧就會出一張嘅磅重卡啦。
50年歷史嘅新光戲院啦，咁同大家咁啱啱睇完晒所有嘅裝修啊，一啲嘅環境方面嘅嘢之後啦，咁啱呢，咁有一位嘅現場嘅朋友啊，俾成功去做一個嘅簡短嘅訪問啊，咁不如聽下呢一位嘅現場嘅觀眾朋友，究竟對新光戲院結業有啲乜嘢睇法呢？其實都係附近街坊嚟嘅，咁我住喺呢度7、8年咁上下啦，咁日日翻工放工都見到嘅。咁當然你如果呢度淨係 only for 粵劇，你冇咗其實都係可惜嘅事，因為好多時行過都見到全院滿座，其實都多人中意睇㗎，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 in case 呢度真係冇嘅，希望到其他地方可以揾到個舞台，可以俾佢哋繼續表演咯，係啊。A few moments later。好啦，而家咧我就喺夜晚嘅大概11點鐘左右啦，就而家就基本上咧就係等緊最後新光拉閘嘅時間。咁而家呢個場面咧，其實冚轟動係因為好多嘅一啲嘅影星啊、明星啊，咁嚟咗新光嘅最後一日，所以其實見到前面係好多記者，超誇張咯。好難，點解我哋香港嘅粵劇去到嗰啲觀眾喺下面傾偈行嚟行去，因為佢哋已經睇到劇目熟晒，佢哋已經係台詞，所以佢哋都嚟參與一個好似街坊福利會嘅活動，甚至只係傾下大家陣時買咩餸，喺度喐嚟喐去，而且好多都係長者，最講到喊。咁當時我係已經接近60歲，我已經係半退休，喺風水命理我做咗40年嘅戲，咁所以我已經諗住退休。我係1982年已經開始參與風水命理，咁所以我就當時我話好啦，不如我寫一個折子戲俾你。當時有個歡樂嘅動畫，佢話我寫一套折子戲俾你，歡樂，而且我係圈子，真係嗰種上升去下，即係講我話，如果我能夠接受新光，我希望能夠香港嘅粵劇同業員、粵劇嘅同業員係能夠佢哋風盡，同埋佢哋再做戲嘅時候，係全場觀眾係靜住嚟睇嘅。12年後今晚我睇《小平記》部，全場觀眾冇人行嚟行去，冇人閒談，冇人喐過，集中精神去睇一套香港嘅粵劇作品，嗰種認真同埋嗰種重視粵劇藝人嗰種情懷，係完全推翻晒以前嗰個喊嘅老官所講嘅嘢。我事後都揾呢個老官做咗幾套戲，佢都係非常之成功。所以呢個12年嘅計嘅其實我寫咗好多嘅嘢，但係呢12年嚟你都知道，我今晚先講下計啫。我睡咗你幾次演粵劇，你都退咗，得睇落去有味道，同埋有得追。如果套戲又熟口熟面嘅，我最多咪睇2次，我唔會睇第3次。但係我嘅戲咧，就係有幾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就係以前有人寫過，我盡量寫。佢哋以前寫個曲嘅寫法，我盡量跟。個原因就係佢哋已經寫得好好啦，我唔需要再跟好。但係我試下行其他嘅路。但係我遇到個人，嗰位就係龍貫天先生，佢可以演到毛澤東，佢可以演到鄧小平，佢可以演到特朗普，佢遲啲可以演到呢個 Elon Musk， 跟住佢演埋呢個澤連斯基，仲要演埋阿梁朝偉嗰套《色戒》，佢講㗎咋？我都話揾阿陳龍俊做阿湯唯個角色啦，睇下你兩個喺床上戲點樣用粵劇唱出嚟都好。咧都喺屋企係睇住而家我哋呢個畫面嘅。咁我講到呢度咧，係最後再講一句，就係話新光呢個硬件，儘管係冇咗，大概12年新光所做嘅嘢咧，佢嘅軟件係依然存在。等於我應承佢阿旭哥咧話要做粵劇。嗰套乜鬼啊？得，佢哋中意睇嗰套粵劇色戒嘅陰功。真嘅？會唔會？其實我可以寫到，不過問題嗰個女主角咧，我而家考慮就陳龍俊。但喺粵劇界，我真係揾唔到邊個咧
係啱做嗰個角色。當你揾到，你話俾我聽，我即刻交個劇本俾你。知道，好唔好啊？咁所以咧就係呢個歷史時刻咧，咁我哋咧就係進行呢個活動。咁熄咗燈之後，頭先我講到就係話，新光係個硬件，儘管佢冇，但係佢嘅軟件就係過去12年裏邊，我哋37套嘅戲寶。另外我哋就係新光嘅精神係永遠存在，所以不但止喺出邊嘅戲院，我哋可以繼續去上演我哋嘅粵劇，亦喺未來嘅日子裏邊，我希望能夠有好多新嘅形式嘅文化演出，係能夠繼續延續新光嘅精神。大概好快嘅將來咧，我相信我就可以為大家公佈。但係而家好多嘢都未成形，都未知，咁所以但係只要有一股熱情，只要大家繼續支持新光嘅精神、新光嘅文化精神，一定可以繼續喺香港其他地方係開花結果嘅。多謝大家。我哋嘅主禮台，因為會有梯級。好啦，咁一陣間大家咧，各位全場嘅觀眾當然咧就要幫下手做倒數嘞噃，倒數，咁然後咧我哋就會係正式為新光進行呢個歷史性嘅時刻嘅。冇錯啦，繼續。係啦，好，我哋企好個位先嚇。係啦，嗱，而家我哋懇請在場各位見證，同我哋一齊為新光倒數，我哋由10開始，好唔好啊？好，我哋影張相先嚇。好。咁完咗今日嘅呢一個新光戲院嘅閉幕啦。咁其實見到呢一個喺香港屹立咁多年嘅一個粵劇嘅地方啦，一個飾演粵劇地方啦，咪由李居明大師咁接管，即係叫做買喺呢個地方一直做到依家今時今日2025年，咁到呢一刻咁正式關門。即係對於一個香港或者一個粵劇文化嘅嘢嚟講，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難能可貴嘅一個地方。見到今日去到今日終於要結業啦，終於要閂門啦，呢一剎那其實都幾沉重嘅感覺。咁希望嚟緊未來嘅日子可以有一啲新嘅地方可以代替到呢一個新光戲院，繼續做一個粵劇，繼續完成一個係為香港呢一個地方帶一啲嘅傳統文化嘅一個嘅使命啦，係啦，咁可以完成呢樣嘢，咁可以多一個新嘅地方去做呢樣嘢，係啦，今次嘅呢條片啦，就同大家去到呢度先啦，都真係幾感慨嘅一個香港咁多年嘅一個地方，一個咁有歷史價值嘅一個地方，會完結啦，其實真係好感慨嘅一樣嘢。咁嚟緊好似話咧，呢一個嘅地方新光戲院咧，會變做呢一個嘅教會啦。究竟到時呢一個地方會改建成點樣地步咧？咁樣真係呢啲
到時先知啦咁樣。好啦，咁今集同大家去到呢度先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嘅 CLSS 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翻我 YouTube channel。呢條片就到呢度先，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地步咧咁樣，真係呢啲到時先知啦咁樣。好啦，咁今集同大家去到呢度先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嘅 CLSS 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翻我 YouTube channel。呢條片就到呢度先，我哋下次。